書法、水墨同埋中國畫其實係好好玩，一直都有投身即係書畫教育嘅工作。唔同情況嘅小朋友，當佢做嘅時候，都係按翻佢自己個性格啦、當時嘅諗法啊、情緒啊，去透過支毛筆同埋宣紙俾反應。成個過程呢，佢哋都有個共通點嘅，就係大部分小朋友呢都好享受個過程。咁譬如去SN 小朋友嘅時候，就我想佢哋將嗰個情緒抒發出嚟，抒發得開心啲、興奮啲、投入啲嘅時候，就反而技巧方面咧，稍為放輕少少，就俾佢哋透過毛筆寫落張紙度，俾佢哋感受翻嗰個手感啊。咁小朋友咧一定學到咧就係專注力、集中力，佢一定會有進步。咁家長可以了解多啲，令到家長本身對中國文化都有興趣，然後你先推到俾小朋友，令到佢哋都想了解多啲中國文化。最好就係家長自己都參與其中。如果我哋真係要推廣中華文化，我哋真係要推廣書法嘅時候，真係認真啦，有系統啦，係要有個持續性。咁所以我哋今次2.0個計劃呢，其實係令到1.0個計劃增加個持續性啦，再推廣闊啲啦。所以呢，我嘅期望就係咧係會有3.0嘅，就係咁樣。